未婚未育46歲嘅蔣女士突發疾病離世，按照法律規定，上百萬嘅遺產收歸國有，人在天堂，錢在銀行。表兄弟吳先生咧同一眾好友希望民政部門攞出部分遺產為蔣女士舉辦追思會同埋買塊墓地。民政局話建議海葬，灑向大海，唔好買墓地啦，買張船飛啦。用坤哥嘅說話嚟形容呢，就係最具流動性安葬方案之死無葬身之地。根據洋流推算，明年嘅呢個時間，蔣女士應該喺夏威夷睇緊比基尼啊。法律規定，法定繼承人有且只有兩類同埋兩個順位，配偶、父母、子女係第一順位，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係第二順位。當年我哋嘅父母響應國家獨生子女政策，導致我哋呢一代人普遍係冇兄弟姊妹嘅，所以呢一啲冇法定繼承人嘅單身人士，突然之間就變成咗國家限定版嘅理財產品。生前唔努力脫單，死後只能夠充實國庫啦。你唔好以為結婚先揾民政局啊，你唔結婚死咗之後財產充公都係民政部門過嚟抄家噶。坤哥話財到光棍手，一去又冇回頭，單身人士死後直接將條鹹魚跑腿送過去民政局啊，係啦。我想講呢，當時蔣女士醫病嘅費用吳先生有份出，去醫院簽字手術咧又係吳先生做，而家吳先生又唔係話要分遺產，買份墓地嘅要求一啲都唔過分咯。但係法律上面對於呢部分遺產嘅處理規定係完全空白狀態，只能夠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甚至訴訟途徑啊都冇話一定能夠解決到你滿意咯。坤哥又問，假如單身人士冇遺產得負債，民政局會唔會幫手還埋啲網貸佢啊？真係食懵你咯，民政部門貔貅嚟噶，只入不出，只能夠通過訴訟喺現有遺產部分進行清償。冇遺產咁咪人死債消咯，定律嚟噶。所以時間差唔多，你就好開始去搞貸款啊，你明噶啦。我之前講過好多次，對於無法定繼承人嘅單身人士，應該盡早安排議定監護人。另一種方式咧就係訂立遺囑或者遺贈撫養協議。成日都有20幾歲嘅客戶揾我立遺囑噶，你睇人哋幾咁遠視啊！但係遺囑解決唔到死亡前重病醫療費嘅問題，好多突發中風嘅客戶名下明明有不動產嘅，即使有遺囑，變成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之後咧，都唔可以立即處置財產支付自己嘅醫療費，只能夠要求近親屬墊付。近親屬萬一冇現錢，真係自己賺多錢啊，都只能夠等死。不過按照坤哥嘅邏輯咧，家有一中風植物人，如有一寶，攞佢手機操作網貸，無敵㗎。